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早安，大家平安。我们今天要进入约翰福音第18天的共读。今天早上邀请张富春长老来带领我们大家做开始的祷告。我们同心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要谢谢你，你让我们在夜晚的时候，你遮盖我们有一个平安夜晚休息的时间，我们要献上感谢。清晨，我们带着饱足的精神，我们带着敬虔的心，我们将时间分别为圣，参与圣经共读。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因为主你给我们这样的一个福分，我们也恳求父神你透过你的话语，再一次来兼顾我们的心，让我们在生活上面能够活出主你美好的样式，能够因着主你的话语让我们的行为能够让人家知道我们是主你的门徒。亲爱的父神，我们也恳求父神，你现在你的这一段时间，我们仰望在父神你的手上，恳求父神你的灵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同心祷告，奉告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阿们，谢谢。我们昨天把约翰福音第6章读完，那约翰福音从4章43节到6章71节，是在耶稣公开传道当中的神迹还有教训的启示。那从第7章一直到11章是讲到耶稣他的教导，以及他是我们的生命的是我们的活水，是我们生命的活水。那在第7章会看到是耶稣在这个住棚节当中的争论。那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经文。首先先请富春长老来带我们来读第7章的第1节到第9节。事后，耶稣周游加利利省一带，不愿意在犹太地区来往，因为犹太人的领袖想杀害他。犹太人的住棚节快到了，所以耶稣的兄弟对他说：“你离开此地，到犹太去吧，好让你的门徒能看见你所行的事。人要出名，就不能暗地里做事。你既然能行这些事，就该在世人的面前表现出来。”原来连他的兄弟也还没有信他。耶稣对他们说：“我的时机还没有成熟，你们却随时都方便。世人不会恨你们，却憎恨我，因为我不断的指证他们的行为是邪恶的。你们自己去过节吧。我现在不上去，因为我的时机还没有成熟。”耶稣说了这些话以后，仍然留在加利利。以上。好，谢谢。那我们可以从这个时间表来看到，那这是在第3个耶稣传道的第3年。那从约翰福音第2、3章是讲到耶稣在迦拿尼哥底母迦拿的婚宴和尼哥底母。第4章是撒玛利亚妇人。那到第5章是在毕士大池来医治病人38年的瘫子。第6章是五饼鳄鱼进入第3年的服事。到这里是后面耶稣要启示，第7章耶稣启示他就是活水的江河。那所以这是在耶稣传道当中的第3年，也是第3个逾越节，出来服事的第3个逾越节。那这里提到说耶稣在加利利周游，在加利利不愿在犹太往来，因为犹太人想要杀他。那在马可福音第3章也讲到耶稣在安息日之变的时候，这些犹太人就想要杀他。那犹太人的住棚节、逾越节、五旬节是一年的3大节日。那耶稣游行游走，就是和拉比和学生能够到处去讲学，去讲圣经，让人来明白。那所以犹太人对耶稣的敌意呢，已经强大到说要危及耶稣的人身安全了。那在第5章的时候，毕士大池的事件，那时候这些犹太人对耶稣就已经很感冒。那过了快1年，那他们依然对耶稣还是非常的痛恨哦。所以住棚节是从阳历大概是在9月到10月的当中。那住棚节要上节去的时候呢，
耶稣的兄弟，这里是复数啊，好，所以就是兄弟。好，那应该是没有哥哥，好，因为耶稣是玛利亚在还没有嫁人的时候就生的，好，所以耶稣只有弟弟还有妹妹，没有哥哥也没有姐姐。在人世间来看，那他的兄弟们就对耶稣说：“你离开这里去犹太吧，叫耶稣不要在加利利，去到耶路撒冷，让你的门徒能看见你所行的事。因为第4节，人要出名，就不能暗地里做事。你既然能行这些事，就该在世人面前表现出来。”那所以耶稣的兄弟们对耶稣就是认为这是耶稣与这个成名的好机会。耶稣能教导，耶稣能行神迹，在加利利这些地区传道，在耶稣的家乡，不管是拿撒勒、加百农，那但是耶稣的兄弟都鼓励耶稣去到犹太，去耶路撒冷服侍，让更多的人看见。因为第5节约翰在这边说，原来连他的兄弟也还没有信他。可见他们把耶稣可能当成是一个先知，是一个上帝的仆人，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是一个将来能够出头天。但是他们没有把耶稣认为这是基督，因为他不觉得耶稣去这个耶路撒冷去犹太地有这些的生命安全，或是被人家所迫害被甚至可能将来要上十字架。耶稣却对他们说：“我的时机还没有成熟，你们却随时都方便了。”那是耶稣的时间，或是他的这个应该要去的时间，这个时候就是指特定的时段。那你们随时都方便，耶稣却还没有成熟，就是你们随时都可以准备好去上节，一年有3次，但是耶稣呢，他却不能够这么样子的容易去，那因为他去总是会引起这些犹太人的憎恨，法利赛人的迫害，那以至于他的传道的工作可能会中断。所以第7节就是说，世人不会恨你们，却憎恨我，因为我不断地指证他们的行为是邪恶的。所以这也是耶稣每次去他看见了，所以他去不管是约翰福音前面就把洁净圣殿放在前面，或是3卷福音书把洁净圣殿放在后面。那耶稣每次去到耶路撒冷，去到圣殿，看到我父的殿，祷告的殿变成贼窝，那他总是不能不说，不能不行动。那他总是心中着急如火。所以他只要一开口，可能就会得罪人，就会引来这些犹太人仇敌的攻击。所以第8节耶稣说：“你们自己去过节吧。”就是跟他的兄弟说：“你们去，我现在不上去，因为我的时机还没有成熟。”成熟就是时候还没有满，还没有到。就是耶稣知道他什么时候是适当的时候。但是我们从约翰福音如果以约翰福音的逻辑来看呢，耶稣觉得成熟的时候呢，就是安德烈带希腊人来见耶稣的时候。那耶稣就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那所以就是在约翰福音第12章，那这就是耶稣认为时机成熟的时候，所以耶稣还留在加利利。那我们接下来再请副村长带我们来读10节到15节。耶稣的兄弟走了以后，耶稣也上去过节。他不是公开出门，而是秘密去的。节期中，犹太人的领袖到处找耶稣，要知道他在哪里。人群中对他议论纷纷，有的说他是一个好人，有的说不，他在散惑群众。只是大家都不敢公开讲论他的事，因为他们怕犹太人的领袖。节期过了一半，耶稣就上圣殿去教导人。犹太人的领袖都很诧异，说：“这个人没有跟过老师，怎么会这样有学问呢？”谢谢。那住棚节呢，是差不多8天的时间，再加上安息日，
那虽然耶稣对他的兄弟说：“你们去，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你们准备好，我的还没有准备好。”那这可能对他们的弟兄们来讲是一个双关语。那但是耶稣知道他的时候是要来使上帝得荣耀的时候，也就是他要来预备上十字架的时候。但是耶稣虽然嘴巴这样说，可是他还是去。那这也是在约翰福音唯一的记载。去了之后呢，他是暗地的去，秘密的去，就是不要暴露他的身份。毕竟他去呢，可能不是为了是去教训别人，或许也是想要去敬拜神。在节期中，犹太的领袖到处找耶稣，因为犹太人知道这些犹太的领袖知道这些在其他地方的人都会来利用这住棚节来圣殿来过节，所以耶稣也会来。所以从一开始说犹太人想要杀他，那到这里犹太人就是到处在寻找耶稣，所以可以感受他们好像就是一直在派人监视，或是派人打小报告。那我们也可以看到说，他们整个过节的心态，可能就是想要为了要杀害耶稣，而不是真的在这个住棚节当中享受上帝带领他们离开旷野，让他们在旷野当中的生活却衣食无缺。因为住棚节最主要就是纪念他们在出埃及的日子，也是纪念上帝的救恩，然后得到生命的保足。但是他们却这时候一心只想到要除掉耶稣，因为耶稣让他们很尴尬，耶稣让他们很没有面子，在人群中也对耶稣议论纷纷，有的很欣赏耶稣，说他是好人，有的很害怕耶稣，说他是来迷惑人、散惑群众。那但是呢，大家也不敢公开的讲。公开的讲呢，为什么呢？因为犹太人会来找他麻烦。你们讲耶稣，说耶稣现在在哪里？你是不是跟他同伙？所以大家也害怕犹太人的领袖。所以可见呢，这法利赛人虽然只有6000，那公会只有70个人，加上大祭司71个人，但是这些人的势力呢，却影响在犹太人当中，让大家来圣殿敬拜，来圣殿过节。可是呢，大家有话不敢说，却是受到监视。节期过了一半，所以这个就是在第4天的时候因为住棚节有8天，那前面3天可能耶稣他都极力的躲藏，那可能他也是混在人群中在人群中要过住棚节。但是到了第4天，耶稣就到了圣殿去教导。所以耶稣他也知道说，他不来还好，一来他一定会忍不住。那但是这也是耶稣他来到世上来的工作，就是要去教导。他把生命的粮，就是基督的话，能够让人听见。因为就是耶稣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是使人得着生命最重要。那他在教导的时候呢，很快就会暴露自己的身份，就公开。那但是他的教导呢，不输给拉比，甚至更胜于拉比。所以犹太的领袖都诧异，这个人没有在我们这边跟过任何一个拉比，也没有跟过什么加马列这些伟大的老师，怎么会有这样的学问呢？可见耶稣在圣殿当中的教导呢，是是让人觉得钦佩，也让人觉得真的是不是异端，是从神来的。那这也是他们在犹太人的节日当中会有这些拉比在圣殿里面来在佛教说宣扬佛法。那在这里我们看到耶稣是在宣扬上帝的律法，其实是上帝的话。那这些律法呢，不是像拉比在教导，就是不可以怎样，不可以怎样，然后规定人。那耶稣是我们可以类似像是在登山宝训，耶稣所说的是把旧约转化成新约，把这个律法能够让人明白是恩典，然后让人明白这是一个拯救的记号。
那再请副村长带我们来读16节到20节。耶稣说：“我的教导不是我自己的，而是出于那位差我来的。一个人若决心要实行上帝的旨意，就会晓得我的教导是从上帝而来，还是凭着我自己讲的。那凭着自己讲的，是想寻求自己的荣耀；但是那寻求差他来的那位的荣耀的，才是真实无伪的。摩西不是把法律颁布给你们的吗？可是你们没有一个人遵守法律，你们为什么想杀害我呢？”群众回答：“你有鬼附身，谁想杀你呢？”好，谢谢。耶稣在这边也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分辨的原则。那这么多的拉比，这么多人在讲道，这么多人在传讲上帝的话，那谁是真的是上帝所差遣？那谁是人自己想要来沾光，或是有其他的企图和目的？耶稣说他的教导教训是来自于上帝。而且呢，只要立志遵行上帝旨意的，就能够分辨了。所以这些教导的人他传道也自己更要行道，因为他的传道是从行道来的。听到也要行道，行道之后才能够去传道。那耶稣说：“我的教导是从上帝而来，还是凭着我自己讲？如果是凭着自己讲，就是要为自己的脸上沾光，寻求自己的荣耀，把上帝的荣耀窃取放在自己的身上，高举人，高举自己。但寻求那差他来那位的荣耀，寻求上帝的荣耀呢，不是为了自己。真正的传道呢，就要向施洗约翰看齐，他必兴旺，我必衰微。即便他的门徒跟着耶稣，即便他的人群众跟着耶稣，但是呢，这就是他最大的喜乐，因为他知道他就是在为耶稣在预备道路。当人越跟随耶稣，当人越爱耶稣，紧紧跟随，这就是这位传道人最大的盼望。那也是每一个传福音立志要来宣扬上帝的话，都应该要有的心态，而不是眼红嫉妒。19节，摩西不是把法律颁布给你们吗？可是你们没有一个人遵守法律，你们为什么想杀害我呢？那耶稣说他们这些拉比的工作都是在教导律法，教导摩西的话，最主要就是摩西五经创出利民生，叫做 Torah 妥拉。那摩西已经把这个 Torah 给你们了，但是你们没有一个人遵守律法，耶稣就直接拆穿他们的心里面的心态。这也是第7章一开始说的，犹太人想要杀他。整个过节也不只是过节，从约翰福音的第5章，马可福音的第3章，他们对耶稣开始不爽之后，就是满脑子要除掉他，要怎么样杀人。所以耶稣会不会是第一个呢？搞不好耶稣不是第一个，这搞不好是他们已经积习已久，权力权柄大到一个程度，破心破细，就是他们自己来成为法官，成为审判长。那耶稣说：“你们在安息日没有在感恩欢庆上帝的救恩，满脑子只是在违背摩西的话，摩西的律法10诫当中所说的不可杀人。”好，那他们但是呢，这些群众反过来说你有鬼附身你被鬼附了谁想杀你呢？那到底他们是知道还是不知道？因为群众都害怕犹太人，他们不敢公开的讲耶稣，大家议论纷纷。相信群众是知道的因为他们知道耶稣已经被犹太人视为仇人甚至呢，谁跟耶稣有关系，谁就麻烦大了。所以他们在这里显然呢，是一个被拆穿之后呢的一个推脱，就好像亚当夏娃犯罪被上帝点出之后呢，他们就装傻假装不知道，不愿意承认。
好，最后再请副村长带我们来读21到24节。耶稣说：“我在安息日行了一件大事，你们都引以为奇。可是摩西吩咐你们行割礼，其实割礼不是从摩西，而是从你们的祖先开始的。你们就在安息日为婴儿行割礼。如果人在安息日行割礼，目的是维护摩西的法律，那么我在安息日使一个人完全恢复了健康，你们又为什么责怪我呢？不要根据外表断定是非，要按照公正的标准来判断才是。”以上。谢谢。在这一段经文让我们看到耶稣呢，又把第5章的毕士大池在圣殿的旁边，在圣殿城墙的外面。那耶稣呢，却在这一章要讲的呢，他不仅是这个天上的粮，他在这边要讲的，他是信他的人会有活水江河涌流出来。所以耶稣他成为这个最重要的活水，因为他的活水是来自圣灵，因为他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那耶稣说再次重申说，这应该是将近1年前，因为我们刚才看那个年代表时间表将近1年前他在安息日行的这件大事，是一个人痊愈，那就是38年的瘫子，你们都引以为奇。可是摩西吩咐你们行割礼，就是这个割礼呢，就是在安息日行割礼，目的呢又是在维护摩西的法律。那所以耶稣在安息日让一个人得医治，行割礼呢也是代表让一个人跟上帝能够得到保护，能够得到关系。好像这个摩西的太太也帮摩西行了割礼，因为他没有行割礼不洁，上帝要杀他。那所以在安息日做上帝所喜悦的事情，你们又为什么责怪我？为什么想要杀耶稣？所以犹太人对律法的解释，耶稣2句话，一句就是他们违反摩西的律法，一天到晚想杀人；第2句话，他们耶稣做安息日真正该做的事情，他们却搞不懂，却以为他们所做的才是安息日可以做跟不可以做的事情，他们自己做裁判，自己篡改律法，或是把上帝的话呢用来当做自己的工具。那最后耶稣说24节，不要根据外表断定是非，要按照公正的标准来判断才是。所以这也是耶稣在教导圣经的原则，不要只有看表面，不要是为了人，也不是只有为了满足自己的荣耀和欲望。按照公正的标准，就是我们不是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只有光吃分别善恶树，吃善恶树上的果子，就是从外表断定是非。亚当夏娃吃的第一个反应，圣经说眼睛明亮，然后呢看到自己赤身肉体，那这就是外表，反而看不到里面。或许在没有吃这个分别善恶树上果子的时候，他们是能够清楚的看见自己的心思意念，整个生命的状态。可是分别善恶呢，就受到外界的这些的判断，而看不见里面。但是上帝的话呢，就是一把尺。这个摩西五经这个圣典，意思就是一把尺，原文是芦苇，芦苇是拿来量的工具，所以成为一个标准。所以上帝的话是一个尺，是要断定是非，所以要以上帝的话来公正判断才是。所以在第6章，耶稣说他的话是生命的粮，就是让人吃他的肉，喝他的血，让话上帝道成肉身能够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也能够在这个道成肉身的里面。所以听到变成行道，其实这应该是要一件事情。那这是耶稣在这一段当中，对他在住棚节当中的教导的这个重点
那我们明天会继续来看关于这些人对耶稣之间继续的答辩，甚至要直接下令要捉拿耶稣哦。今天的经文今天的金句是第18节。那凭着自己讲的是想寻求自己的荣耀，但是那寻求差他来那位的荣耀的，才是真实无畏的。再读一次。那凭着自己讲的是想寻求自己的荣耀，但是那寻求差他来那位的荣耀的，才是真实无畏的。那今天这段经文让我思想，人呢梦想一夕成名，耶稣的兄弟呢看到他的哥哥这么了不起，这么会传道，这么会服侍，那你要出名，那应该要去耶路撒冷出名啊，你要一炮而红，应该要北漂登上世界的舞台啊。但耶稣他上圣殿并不是为了出名，而是为了教导，为了把上帝的话能够正确的传开。所以当他一去一教导，就等于是让自己陷入火坑。即便耶稣自己陷入火坑，但是他也不停止追求公义，不停止追求神的荣耀，不是凭外表断定是非，而是有这个生命树在他的里面。那今天我们会比较梦想出名，还是比较梦想愿你的国降临呢？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把尺，就是在于我们里面有没有上帝的话当作标准。我们是要求神的荣耀，求自己的荣耀。祷告，愿我们一心寻求神的荣耀，以真诚的真理消除心中的私欲和不义。愿主的话成为我们的生命，让我们能够吃主的肉，喝主的血，能够有主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也在他的里面。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从耶稣基督他的话，他怎么样来过住棚节，给他们思考我们除了怎么样过安息日，也应该怎么样过教会的生活。在教会的生活当中日复一日，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我们是为了要让你的话语能够更加的传开，让你的话语能够进入人的心，帮助人不再是按着外表来判断，而是能够按照上帝的话来判断。虽然这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够完成的工作，甚至需要1年2年更长的时间来消化你的话，来读懂你的律法。但求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看重你的宝贵的话。天地要废去，但你的话一撇一画一点一画都不废去愿你的话长存我们的心，我们能够吃喝，也能够住在你的里面。也求你祝福我们今天一整天的工作，外出很忙碌，天气寒冷当中，也保守我们都有健壮的身心体，有火热的心。今天晚上有祷告见证会，有华裔区的弟兄姐妹来服侍，也求主带领帮助。我们在你面前献上感谢、祷告、祈求，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谢谢副村长老，谢谢大家。谢谢牧师，谢谢。谢谢牧师，谢谢牧师，谢谢牧师，平安，谢谢牧师，谢谢牧师，谢谢。每一天都是恩典，我要紧紧跟随，无论何处，无论何年，我都要甘愿敬拜你的名。主啊，谢谢你让我有机